好，各位評審大家好，我係1408號選手，我叫黃博。好好啊，收放自如。你有好好嘅音樂感啊 Thank you。係，我叫黃博，我係一個做媒體嘅工作者。你嗰個可塑性好高喎，佢係可以去到仲收到翻嚟咧，直情係覺得佢係一個大將咁啊！我未聽過人翻唱呢首歌係成功嘅，你唔單止係唱得成功，你係唱得好聽。黃博必然係今年嘅大魔頭嚟㗎咯。黃博喺後邊啦，其實嗰一幕我自己好中意。呢一隊咧係今晚暫時表現最好嘅一隊。佢望住我，同我講佢嘅痛係真嘅感情，但係好好聽，唱得。多謝老師。係啊。我未放到最開，都想嘗試跳出嗰個 comfort zone 咁樣。我中意你把聲，你嘅 tone 靚。黃博，快歌未必係你嘅強項，不過你都成功令到我咧一路聽一路摁嘅。我希望鼓勵到每一個女人勇敢追求自己嘅愛。我覺得你成首歌嗰個發揮啦，成件事嗰個起承轉合啦，係做得非常出色。我做你學生得唔得？呢個係我覺得係演唱會級數嘅表演嚟。呢首歌其實係我10幾年前參加一個歌唱比賽，啱啱準備下一 round 要唱呢隻歌，結果就被 foul 咗㗎啦。每一個 beat 你同對 band 係好 blend 好夾嘅，隨時隨地咧，佢啲 ad-lib 啊，或者係佢係可以手到拿來咁即刻變到聲。我是被你囚禁的鳥，已經忘了天有多高。我個心仲未跳完，然後你繼續一路呢度入隻歌度咧，我係真係一路打冷震一路心跳，好好聽，真係冇得彈。有誰能依靠？你嗰啲喉嚨聲要借啲嚟俾我哋用下先得啊！我哋如果係幾下已經冇晒聲㗎啦。我哋每一次練習咧，我 feel 到佢都唱得好好聽，所以我覺得好幸運，我哋兩個可以留低一個表現，係咪一齊？流水更改方向，茫茫人海終於趕上。你第一句嘅時候，我眼淚爭啲流啦。好明顯係隻耳仔有聽住大家一路去 adjust， 所以成件事先會咁靚啦。我一度咧唔係好夠膽揀呢一隻歌，係因為我覺得我驚我做得唔好。真係聽到好抽心，入心入肺咁樣。你能夠將呢首歌咧，簡直係你可以帶到我哋上山落海咁樣。因為你今日嘅聲音狀態咧好好，接近 Hi-Fi 發燒嗰一種嘅狀態。我唱呢個歌嘅歌詞嘅時候，我會諗起自己爸爸媽媽嘅愛情，係真係好平凡，但係佢好重要，對方對於佢哋嚟講好重要咁樣。只想追趕生命裏一分一秒。我覺得今日係平穩，
係中規中矩，但係唔係阿博最強嘅一首歌。咁你用咗你自己嘅方法去表達嗰啲 phrasing 咧，咁我好快我就睇到畫面，我覺得你喺度 tell 緊你自己嘅 story。我覺得你實在太 smooth 啦，無話可説。黃博，我愛你。哇！因為我細個就聽爸爸媽媽唱啲山歌民歌，即係覺得嗰啲有啲民族感覺嘅音樂，我自己好中意。跟住到黃博，你開頭嗰下咧咁奪人嘅聲音咧，嗰下我係完全係唔知道，黃博可以有呢一種嘅聲音出現嘅。一種唔完美嘅完美喺裏邊咯。黃博，哇！對我嚟講，我覺得係咁，即係你唱嗰3首歌，我係最中意呢一首。即係話黃博係中年好聲音3嘅冠軍。我嚟參加呢個節目嘅原因咧，係因為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專業嘅節目，同埋我覺得大家可以喺呢個節目入邊分享人生啦、音樂嘅樂趣咁樣嘅。